气分辨色，观色门户，一千数分别，不着一花，同书来处不明，万事惯例，能量无力为天，以礼物流，无能合理不正，不好必须协调，宴客set落流但是呢，而且拢袂清楚，上后壁已经要到中站啊，你知？火车要到，你搁还袂清楚？来，到台北啦，到你到家啦，上尾仔站上尾仔站啊来，你来下老姐哦。好啦，而且来而且上尾仔你到后壁啊，来。来，这段好，来，屁股七字节，我好性情调，一七月二金，关锁如定修，无言花恶，无良言。三高六合，11道之门，地理测标，规防之后，东坡不用顺利，车车测记验所，周中随万。这事不可不行，子孙随鲁，经书不可不考，疑心莫其嫌恶，到处要有礼貌，莫贪意外之财，莫应贵良之酒。过来，来，第二边啊，对，迄种，讲迄就迄咱咧个对点啊，意见挑无用，不讲安逸，迄过来。现中好亲情。自家有孙，结福成家，利有救险，伦常乖顺，立见消亡，兄弟叔弟，私分道轮转，中庸累累，以法俗书名，天福言，你要用天哦，天福言哦。有啊，你当你有来为求讲爱念天吗？天福言，但是天后面的意思，天福言，你爱念迄个音哪把其实你知影就好啦。天福言，怪不了。一是丈夫，丈夫财，独不了，不成为主，介入的家财，不设表皮，花色求淑女，不计好良，见富贵。自
水科技，路边桥，民族交台者，建木心，依家盖清爽，上即上香，诸世盖莲多必是，不是细粒，二零必高官，没贪偷，二做三星期，乖边主席，花我必开花主干，家德兰学，过来，阿爹学校，又必受其累，不自闹事，急即可上医，因听发言，安知为人之正数，当今乃三书，因事上经，言之回我之不是，事平心暗想，智慧无量，受因无无，凡事同流一地，必义在恶，不可行道之心，人有何关？不可行依良心，善欲人见，不是真善，恶向人知，便是大恶，见识离因心，报在车路，业愿利用暗字，何言周孙，家门好孙，虽阳孙不见，亦有疑关，不可渣玩，接龙托无余，自得自乐，读书自在圣言，为观心存君国，修魂安定，顺时听天，为人作主，祝福经验，祝辟罗书，助地家结研中，读经读到10点半，经已经读到10点半。一般咧听讲歌嘛是讲听天由命，讲安尼啦，听天由命，较少听咧讲大部分讲听天由命，听爱伊的发音就是听天由命。那连国语嘛叫做听天，是听天由命，嘛是真心听吼，安尼。好，要不然我看你卫生嘛卫生，我看排桌啊、排椅啊，天天好好看的，先放去哦。
心拢飘去啊！无认真诶，也是讲认真，有认真诶嘛是有认真啦。好啦，安尼互你歇困啊，哦，第二知啊，紧啦，正常诶啦，随拍随袂记诶，较是爱逐工拍。你若随拍拢记诶吼，逐工叫你读册，你感觉足无聊。你若像囡仔，你计逐工读册记足无聊，因为因记诶啊，因读着就记诶啊。啊，咱就是随读随袂记，所以咱逐工读拢袂无聊，拢个会继续一直读，安尼知无？啊，你若随读就随记诶，安尼就免一只，咱免逐工一只读吼。哎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读了袂记，迄个叫正常。读了袂记，你才会当逐工一直溜啊，对不对啊？一直溜，一直溜，哦，安尼，安尼叫前啊。OK。咱家读过来，咱过去咱会，就知头头做嘛是会啊。啊，嘛是同我新的啊。啊，就是咱家拢读过，咱今年开始读过。啊，你看会记啊，所有人过过来啊。你像人咧上京嘛是会过。cái kitchen là cái gì vậy? Ồ, chà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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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ào.